现在，妈那个怎么他不好接啦？想不完嘛？我人生那个包带喂，是干么嘞？包带包那只带呢？他姑呀，只包当只懂事诶，不能天天搞。我那我只在下头啦。我那我没了，那不是头是头乌了。那我那个梦嘛，他不是堂个弄那个提醒到电话中诶，抽抽投稿。行，我卡中发数嘞，这里讲讲啊，我只长手卡中啊，对你得只好安全。我不梦了。宝贝，个多嘛，我哪也得中啦，我哪也得中啦。下期，是对接。透过带短那不懂人听太过，吹过赶你们谁知道落？一段时间的意思，我是短你都快过多呢。刚好。快投个去！投个臭货仔差点毛人去啊！听老的人去，谁都谁带入了真痛苦。滚同个，我有个单呢，我摸个单过来补。他摸个单样子啊？哦哟，他摸个单个都不哟。自从我约了个爷，搞出来带么好接，介绍带么好接，要么就是不给的喽，不承诺怎么玩喽，要么就是多的当包的喽。那大家可以带么种找螺丝，我就只可以找螺丝我死吗？怪不得你吹不带我死，要我啥么多人啊？我到前你偷你光光，我也吹到你病到傻张起来，我带我死了。有条广告，你牛啊！我需要搞的帅哥真鸟，完了我就需要搞了。我哪不能跟他们都带吗？我一头鸟贼，让我一场你过去。可知道了了飞？自己我出事情了，自己还自认错，自己还觉得自己那是我的的。当真我分分钟就他个离婚。理就理，我就是要跪开个晒布的。我本是跟我们7岁离婚嘛，他过来整了我那我再害，我害他整菜，两个字母子光要开个奥多一次的，总能在我在么？完了我觉得他过的想法太天真了。上个叫多年来一熊我，北国早就知道，我北国如果都要我死的，能看到我吗？咋还不会有两天吗？两天都在讲个么的？不要我追，我当然的追，那拜托没？你总觉得虐待我个一样了，还没什么日子有呗，我才啊？辛苦不了就辛苦不了，发生这理由呢？搞不我心情搞不了，对我就是要心情搞不了，而且我还忙着佩服搞，不落到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。哎呀，但是这没关系了，反正老娘只伺候啦。